中华八卦山有种灵境奶枝也出产袂少蜜，这蜜的产量大概占全国产量的9%。中华县2022年开始举办蜜的评鉴比赛，评选出有国产认证的纯蜜。不过今年气候反常，日过时阵高温，所害的零零花敢若开3成尔，这芳无多采蜜，影响到蜜的产量。芳农就讲，今年收成只剩1-2成。评审详细看蜜的色水、气芳味，要来竞出气味上好的灵境蜜。中华县2020年开始举办芳蜜评鉴比赛，必须通过仪器检测、评审气口味2阶段检验，选出国产认证的纯芳蜜。但是今年芳蜜的收成歹，参加评鉴的量减少1/3。2月是有拄到天气较悬的因素所以咱的灵境甲奶枝的开花的状况甲其他县市同款，拢无讲做好的。今年的花况无介好所以咱今年的芳蜜的灵境蜜的部分采收的芳开较差一点嘛。中华目前饲的芳毒大约有10000多株，产量占全国9%。芳农表示，过去采蜜3天的时间，一个芳毒会当收15斤的蜜，但是即阵等5-6天，一毒加收10斤的蜜。时间管理成本增加，收成歹，愈来愈接拄到歹年冬。今年阮收蜜的状况，这5年来应该算上歹。今年的成数可能，以往来讲的时阵，可能才剩1成尔。因为你做侪芳，佫卡着你收蜜的时阵，佫拄着落雨，所以才是迄个互芳无够食，佫惊农药，佫惊咱的温度伤寒、伤热。官府表示，这几冬因为天气反常，佫有芳雪等等的病虫害，芳仔愈来愈歹饲，袂少人放弃饲芳。但是饲芳除了采蜜，芳仔对其他农作物的授粉、维持生态平衡扮演正重要角色。举办评鉴比赛，除了选出国产的芳蜜，嘛希望鼓励辅导农民继续饲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